心思来学到上帝。上帝所赐换命的话，奥妙圣经里，无人发主，互人知罪，稳定明明之事，教人发主旨意，信心来服侍伊。上帝的话，换命的话，智慧奥妙之大。上帝的话，奥妙的话，带咱直到永远。
有5个条目，或是认真，也是讲话，或是做工，也是交会。咱就欢喜变成教会一个大家庭内底，咱三角才是一个人，咱三个下，三个下，三主的道路来走。主的